可能来扮演的龙音代表，加上咱科学精英五代卫星，咱地手代表先，伊个中文做互伊，咱今年的分开，咱网教书，帮助你政府这些代表，我来宣传，鼓励，那么他们建议教这一年，这奖金班来甲咱各位青年来中国学习。那么当然因为教准书牌呢，也是着互学，互法就是直起来学习。那么，互法因若要学习这个公孙之篇呢，本来互法是伫个4年教育班呢，要来学习的这个课程，但是呢，咱礼拜天哦，我和咱节主任这里讲话，袂当读，所以呢，助理师辈爱互法的一个公孙秋篇呢，是会班学习，但是互法非常的心痛心痛昨天咱的前辈这老菩萨呢，听到这经书就甲困去啦。但是互法若是尽量学习，一定互爱心境呢，要如何家成绩显出？因为经典是这2000多年的，咱研究到即阵真侪咱咱研究论语的时阵甲咱研究历史，咱王定文主甲咱史老师拢甲咱朱笔讲以古以今，甲咱电老师咧讲金黄金相款伊即摆为虾米咱讲在这金黄金学习，不如就是叫咱。照着圣贤经的脚步去学习，是要如何学圣贤？那么咱要如何了解咱的纪律会？绝对一定爱有五大条件的这个控制。所以呢，伫这一年内底，唯有圣贤因所留落来精神，甲因的言论呢，是无法度互世俗的人来推翻的。那么，伫咱唐太宗的时阵，伊就讲句话，伊讲咱人呢是。以党为镜，过去唐太宗的时阵呢，古早时代无镜嘛，无倒水面的镜，是以党为镜。那么以党为镜要怎？就是要端正着咱的帽啊，咱的衫，正衣冠。那么而且，咱以古为镜，就是互咱知影知兴体。那么这一年内底，我时常咧来做一个体会，面青啊，是红颜是咧做咱平常时代的波段这个一年内底，我讲咱大家做点如何？那么这一年内底，咱要如何来帮助咱的人心？我拢来体会第一课宗教。那么咱宗教有不一种宗教，有水流动静的宗教。那么嘛有四书五经，人去互咱研究。那么伫咱一贯的教育内底，互法拢家己安尼沾沾自喜。为什么沾沾自喜？就是讲，咱今日信这一贯天道，咱周经历经前这一年内底，互咱研究经典。我是上听足侪人参与着主题啊，好啦，当然主题因为咧研究广论，就是四书五经的一种的深刻。那么互法家己看过呢，我感觉讲，亲像咱柯校长讲话讲，咱研究这毋只叫做成绩，因为伊有参加过咱4年教育班。那么伊听了班的论语尔，杨永平有这样讲的，这论语学而篇了，嘛毋是讲学而篇，应该是讲大概论语的一个介绍。那么伊就甲我讲，伊讲若拄仔迄个讲是13年，那伊写到讲论语，我甲讲伊过去下去13年，我无清楚，因为伊毋是咱爱上3年。那么今日伊有法度通甲论语讲甲较深入，不过也就是伫咱道场内底不断道声、道文、道传、道书，而且过程内底，注意对论语呢更加进一步的去理解。所以而且咱互学习的过程，咱学圣贤学经典。